各位街坊老友記，歡迎來到人民往事。如果問你邊一個演員係香港影壇不可或缺嘅影壇活化石，大家腦海裏面第一個浮現嘅，一定係今年已經91歲高齡嘅金像影后羅蘭姐。喺港產片最輝煌嘅年代，佢係令無數人半夜不敢去廁所嘅一代鬼后。只要佢一邊接紙錢，一邊露出陰森嘅笑容，全香港嘅觀眾都會嚇到起雞皮疙瘩。但你可能好難想象，呢一位喺銀幕上令無數人害怕嘅龍婆，現實中卻是全香港最溫暖、最慈祥，連巨星劉德華、古天樂都對佢恭恭敬敬嘅殿堂級前輩。一個演了大半世反派同鬼片嘅老戲骨，一生不婚不嫁，孤獨終老嘅背後，究竟有着怎樣不為人知嘅大智慧？更令人肅然起敬嘅係呢位節儉了一世，平時連地鐵都捨不得搭的士嘅阿婆，竟然喺私底下默默將自己辛苦賺落嘅千萬身家全部捐去行善，甚至早早就簽好協議，連死後嘅肉身都要全數捐給醫學做研究。今日就讓我們用最真摯嘅情感，一齊來揭開羅蘭姐這段從驚悚鬼后到大慈大悲，活出全港最高貴傲骨嘅傳奇人生。羅蘭姐嘅本名叫盧燕英，佢嘅人生起點其實充滿了時代嘅坎坷。佢有着1/4嘅印度血統，出生喺一個原本還算過得去嘅家庭。可惜好景不長，隨後香港淪陷，進入了艱苦嘅3年0.8個月日治時期。在戰火硝煙裏面，羅蘭姐親眼目睹了無數生離死別。佢爸爸更不幸喺呢段動盪嘅歲月裏面病逝，留下一家老小相依為命。家庭頓失經濟支柱，年幼嘅羅蘭自細就要跟住媽媽過住朝不保夕、捱世界嘅清苦日子，甚至試過要出街執番薯皮嚟充飢。因為家境清貧，羅蘭中學未畢業就逼住要輟學。當時佢年紀細，想打份正職非常艱難，唯有同朋友一齊去電影廠睇人拍戲，順便彈機會做臨時演員，賺取幾文錢嘅日薪嚟補貼家用。邊個知呢個純粹為咗兩餐，為咗幫輕媽媽嘅舉動，竟然意外打開了佢一生嘅演藝大門。雖然佢冇經驗全港嘅絕世美貌，但勝在生得五官立體，帶點混血嘅獨特氣質。加上佢做臨記嗰陣，工作態度極之認真，前輩叫佢扮死屍、淋大雨，佢都從不抱怨。好快佢就引起了嶺光電影公司老闆黃卓漢嘅注意。黃卓漢覺得呢個女仔對眼好有神，帶點邪氣，非常適合演反派，於是正式簽下佢，並親自幫佢改了羅蘭姐個藝名。從此盧燕英消失了，而香港影壇一尊注定要名留青史嘅演技大師，正式企喺了歷史嘅舞台。正式改名做羅蘭之後，佢嘅演藝生涯並無走上女主角嘅康莊大道，反而踏上了一條充滿挑戰嘅反派之路。喺50、60年代嘅粵語片裏面，羅蘭姐生得一雙大眼、高鼻梁，化起妝嚟帶有一種凌厲嘅氣場，於是大導演們成日安排佢演那些心狠手辣嘅反派大姐，或者尖酸刻薄嘅狐狸精，因為演得實在太過惟妙惟肖，入木三分。當年羅蘭姐行喺香港條街道，經常會被入戲太深嘅街坊老友記指住嚟鬧，甚至對佢吐口水。但面對呢啲委屈，羅蘭姐從來唔生氣，佢反而覺得呢個係觀眾對佢演技嘅最大肯定。到咗90年代，進入無線電視台拍劇嘅羅蘭姐，迎來了人生最巔峰嘅銀幕蛻變。1993年，佢喺電影7月14裏面飾演神秘莫測、冷眼看世界嘅龍婆。戲入面佢一邊燒陰司紙，一邊用那雙深不可測嘅眼神望住你，再配埋那陣令人毛骨悚然嘅笑聲，簡直將恐怖氣氛拉到最滿。呢個角色一出，隨即轟動全港。羅蘭姐更憑此獲得金像獎最佳女配角提名，正式被封為香港影壇第一鬼后。隨後在經典恐怖片《陰陽路》系列裏面，只要有龍婆坐鎮，票房就一定有保證。更傳奇嘅係喺2000年，當時已經65歲高齡嘅羅蘭姐，憑住電影《爆裂刑警》裏面那個患有腦退化症、神神叨叨卻又無比溫暖嘅老婆婆角色，硬生生擊敗了無數年輕女星，一舉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，成為金像獎歷史上最高齡嘅影后。全場電影人企喺度為佢熱烈鼓掌。羅蘭姐用大半世嘅堅持告訴所有人，配角演到極致，一樣可以做主角。綠葉企喺舞台邊緣，一樣可以散發出最耀眼嘅光芒。身處喺最容易傳出緋聞嘅娛樂圈，羅蘭姐大半世人卻係乾乾淨淨，甚至活到了91歲，依然係孑然一身，一生都冇結婚。好多人會問羅蘭姐生得不俗，演技又好，點解會孤獨終老？佢近年喺接受訪問嘅時候，好大方咁揭開了這個謎底。原來後生嗰陣嘅羅蘭姐因為經常飾演反派惡女，性格變得多疑，而且脾氣暴躁。
每次拍拖，佢總係會懷疑男朋友出軌，成日查崗，甚至貼身追蹤，結果活生生嚇跑了幾任男朋友。隨住年紀漸長，看盡身邊人，離離合合嘅羅蘭姐心態徹底轉變。佢清醒咁意識到，婚姻從來都唔係人生嘅必需品。一個人如果學唔識同自己相處，兩個人一齊只會更加痛苦。從此佢放低了對愛情嘅執念，將一生嘅熱情全部奉獻俾銀幕。呢位在銀幕上嚇了全港觀眾大半世嘅龍婆，在現實中卻用盡自己嘅一切去溫暖、去照亮呢個世界。如今已經91歲高齡嘅羅蘭姐，雖然孑然一身，但佢行出街，全香港嘅市民都會發自內心叫佢一聲羅蘭姐。連巨星古天樂都承諾會待佢子女盡孝，一世照顧佢。羅蘭姐用佢嘅一生告訴我們，一個女人最高級嘅清醒，從來都唔係嫁入豪門或者生兒育女，而係當你看透了名利生滅之後，依然選擇用最溫柔、最慈悲嘅姿態去擁抱世界。這份企喺歲月盡頭嘅偉大傲骨，先至係香港娛樂圈最無價嘅傳奇。今天羅蘭的故事就分享到這裡，看完整個故事，你最敬佩嘅係佢將反派龍婆演到極致嘅神級演技，定係佢將千萬身家同肉身全部捐盡嘅偉大風骨？歡迎喺下方評論區留言，分享你嘅睇法。喜歡我們分享的香港舊時回憶，記得幫忙點個讚、訂閱人民往事並開啟小鈴鐺。我們下期再見。